所有的鱼鲜海鲜，我都是用矿泉水制作，不是我吹的。羊肉筋，这个筋，那个筋，白骨筋，什么筋？别我说，鱼就是鱼的味道，肉就是肉的味道。你是 kiss me，OK， 没错吗？我好喜欢吃鱼煮饭，我是觉得做的差的就一点点不好吃。这个鱼煮一盘是7、8种辣椒，唐山辣椒、贵州辣椒、海南辣椒、小梅辣等等等等。那辣椒呢，就是所有的味道综合呀，才会出来的味。那想法呢，你要怎么把这个菜做好？鱼只是2条，8成热的油温下去，不会超过1分钟，带焦里嫩。那鱼泡呢，全部都是胶原蛋白，所以不能直接倒进去，要放在漏瓢里面切一下，拌一下就行了。我吃过一次之后，我觉得，这个东西还可以这么好吃啊！绵绵的吧，长长绵绵的，就是每年像过年一样，总有那么几个菜想尝一下吧。金黄的鱼子，粉白的鱼泡，驰骋在赤色的疆场，有着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气势。烈火浓汤在舌尖流淌，鱼子鱼泡让灵魂出窍。